好，咱要先来关心的是总统大选前一天，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甲萧美琴今仔日早起伫新北市带车队来拜票。这赖清德是呼吁民众爱踊跃出来投票。面对拿白赢讲的弃保的问题，赖清德是表示讲，民主的选举毋是弃保，伊甲萧美琴这组就是上有能力会当推动台湾进步的选举。支持者热情热手，选前最后24点钟，民进党选择回防相帮。赖清德透早为新北市出发坐车拜票，伫扫对手侯友宜的票仓。前一暝伫凯道的造势人塌塌甜，赖清德感谢总统蔡英文牵手相挺，即马拿白互相批评操作弃保，伊也向支持者话讲，家己甲萧美琴才是上有能力的一对。民主的选举不再弃谁保谁。民主的重要意义是在于不放弃自己手中神圣的一票，来保护前人辛苦所打拼的民主。未来我们如果能够高票当选，也是最有能力推动台湾稳健进步的一队。但是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公开爱民众党郭文田，卖甲民进党组联合政府。赖清德嘛回应，看来赵少康是真支持伊。这段话是伫表示伊已经当选了。伊也呼吁国会爱超过一半，请大家下暗选前之夜爱站出来，13踊跃来投票。明天一定要出来投票，明天的票非常关键，影响台湾未来的路。大家一起站出来，一起加油，一起为台湾努力。萧美琴替立委候选人苏卡惠表示，这场选举各界拢真关心，现场还有外国观选团到场，呼吁大家做出守护民主的选择。暗时，民进党嘛要举办造势晚会，先为赖清德本命区的台南出发。最后伫板桥上场，甲国民党同款，拢伫新北市要决战选前之夜。记者综合报道。